乡亲啊，这个2283天的连假结束，讲有袂少人休假的前一暝拢困无好。医师来提醒，若真正困袂去，嘛无需要逼家己一定都爱天伫个门床顶。若有关这个困眠哦，咱有真侪错误的迷思哦。譬如讲，一天到底都爱困几点钟才有够眠呢？即摆来看咱的整理报道哦，互这个专家帮助咱大家困好入眠。Mary 有一只羊啊，你的网内底有几只？一只羊，两只羊。3天连假结束，就要开始上班，你半暝敢困得去，还是困袂上的落？有些大活动啊，会有表演或什么之类的，就会睡不好。工作压力大的时候，起来可能滑个手机，或是就是找事情做，让自己累一点。连假的过程当中，因为他的那个生活形态跟在工作日的生活形态差太多，所以很多人在收假前其实焦虑度真的会增加，收假前一天晚上会睡得变得更不好。休假进前，真侪人干那拢困袂入眠，安尼困袂去，就卖个逼家己硬要倒伫咧眠床。因为其实越躺会越焦虑，所以假设躺在床上后，真的躺了15到20分钟，或者躺到你有点焦虑的时候，我想就应该要离开床哦，然后离开床去做一点你平常会觉得放松的事情。困眠时间要照好，无一定困满8点钟，就一定困得饱。我们可以把睡眠粗分成上半夜跟下半夜2个阶段。其实上半夜就在做体力储存。换句话说，其实如果你上半夜可以连续睡到3、4个小时、4、5个小时，其实你隔天的体力储存就够了。大人若是困超过9点钟，颠倒可以得到心血管疾病。不过12岁到18岁少年仔爱困9点钟到11点钟，才能互认知功能袂变歹。65岁以上的侪岁人困满6点钟就使。人讲你是想的暗时地梦到，安尼下暝梦的人头壳敢有伫咧休困？但其实做梦是每个人每天晚上都会历经的睡眠阶段，那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生理现象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破除的迷思。医师提醒，想要有好的困眠，就亲像食饭同款，爱准时定量，有好的生活惯势，才会当好好啊困好饱眠。